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瑞士的表品牌 Swatch 进前发布新一季的手表平面广告，所以因为其中一张马杜988的相片伫网络呢，这中国的网络平台引起抗议，认为讲这相片是在歧视亚洲人。Swatch 官方网站随来回释咧，也讲甲这广告已经摕掉啊。 感觉色的手表真显白，不过镜头向顶面刷看到平面广告相片的查甫 model 用手咧编目尾，正做目睭微微的造型，就是安尼相片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模特本身也是一个亚洲模特，然后他做一个这个拉眼角的手势，就这个手势，他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带有种族歧视的这个因素的，所以来说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张相片真紧就伫咧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部分民众认为相片要刊进前一定有经过审查。品牌的高层说，有关发布这张相片，真可能根本就无重视亚裔族群的想法。外媒报道，Swatch集团旗下也生产 Omega、Longines、Tissot 等牌子的手表主要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在2024年的集团销售额当中，敢若中国、香港甲澳门的占比都有27%。虽然Swatch官方紧急发布回息的声明，佮表示对这件代志非常重视，也随甲广告对全球的官网提掉。不过已经引起中国网络呛声讲无爱买要甲伊抵制，甚至佮有网友想要甲马杜的国籍甲名吹出来。 They already apologized on a long-term basis. I still think the business is going to pick up because it was not really intentional. At least it was not the intention from the brand. It was just maybe some uncareful decision made by the photographer who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China. Especially when they use Asian models, they should pay this attention, like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的消费者常常对侮辱中国文化，也是威胁国家利益的牌子发出抵制，包含2021年 H&M、Nike 甲 Adidas 等流行牌子，因为烦恼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声明，拢予中国消费者发起大规模抵制活动。公司新闻台视同朋友。